繼續來看我哋嘅專題關懷去行業。當然，3月20日係世界同志之日，就統計台灣平均一年會增加一個同志之呢同胞保護。一群同胞保除了智能發展過慢，同時也登上會合併先天性聰明，也到養生方嘅缺陷，要好好照顧人呢，要有一定大嘅耐心同愛心喎。喺3月20日世界同志之日以前，我哋帶大家來看下一個同胞保照顧者李開珍嘅故事。有多年來呢，伊去照顧伊受到同志之嘅老妹，唔是講辛苦，因為也老妹係伊也生人親平咩嘅基因。算一下，总共有几个？1、2、3、4，然后同智能障礙者大仔股建造地位簡單的主攻，係地頭研龍潭嘅李開珍平常嘅條路就會關顧身心障礙者。唔過佢下班呢，還做唔得好好變輕鬆，認真國家還有一個同時真嘅老妹愛照顧。姐姐，又像媽媽的一個姐姐。非常的難得哦，就是雖然家裡面有其他的姐妹，還有媽媽，可是她身為姐姐的也兼了母職，在照顧這一個妹妹。唔過時為轉到屋企，看到同校長老妹打扮到東等一下，作為英語嘅事同專業做前都甜平貼咧，還係新人家下，李開珍就要聽看顧4期5、6歲老妹。佢還是完全冇辦法接觸，很仔細咧，就開店配人根本冇辦法了解單頭。因為年輕的時候愛玩嘛，你就會覺得說，我要照顧他，那我還要假日要跟朋友出去玩啊。那我如果要照顧他，我就是假日，我要犧牲我的假日。對啊，那時候因為就是年輕啊，因為年輕就會覺得想要出去闖，然後不想要，還沒有出去闖之前就被一個綁在家裡面，是那種心態。今天穿這件好不好？哇！看顧有一定行為能力嘅同志真生人呢，精神壓力其實比體力負擔還要大。一直到幾年前，佢爸爸過身呢，佢媽媽身體未冇醫好，前一步嘅佢老妹腳又快到行唔得，愛人苦苦摸摸。李開珍唔係一個胎，唔過還係老所有基因，你媽啥自家種貓，從來唔是原班機。這次這樣開刀也是他姐姐這樣開針這樣，不然我現在才看到說。真正愛他的真的是他姐姐，這樣從小這樣帶回去的時候，他去讀書這樣回來他就會還是這樣餵他，這樣像媽媽這樣餵他，所以凱珍他都有做到，這樣反而是我沒有做到。別紅相片、民主導航各種樣片，做先都係同老妹以內去留了記錄，也條總係小到同歡喜。唔過李開珍其實未見過同叫時間將揭開新冠條對結。一模係第一配人看見到家下奇怪目光。有一次有一個阿嬷，就是她坐在旁邊，然後看她坐旁邊，然後沒多久我妹妹離開，她孫女要過去坐，就她說：麥去賊會傳染。所以那時候我覺得，因為一般人對身心障礙其實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覺得更應該讓他們出去，讓社會大眾就是對他們覺得說有一定的認識，就不會因為不了解而害怕。帶這樣子的孩子出去都。尤其在早期，就是說看到這樣子的孩子都會覺得說，不好意思，還是甚至於會帶的就是比較負面的一些想法。但是她身為姐姐的，她都願意把妹妹這樣帶出去。下下就一年聽說老妹喺李開珍新冠條度永久就標唔下來基因，按用人生聽從愛有動到犧牲，就連前對象未愛見見透透。係愛佢就要連佢親些老妹，沒愛接觸。像我跟我先生，我們第一次約會的時候，我都沒有跟他講。可是我第一次，因為我想要看他的，因為一般如果我們這樣跟他講，我不會，我一定會接受什麼，我都沒有跟他說。只是我們第一次約會就把他帶出去，因為我想如果他被嚇到的話，那就沒有未來了。所以後來還不錯，他沒有被嚇到。看到阿妹辛苦，一下李開珍的妹嘢未懂曉得會聽書，聽旁強無卡洗頭，聽看顧阿姨。而無港人同幸福，愛同大家講，身心障礙者絕對唔係無港人嘅負擔，係一種同感恩付出嘅基因。下個新聞已經有請咗投影報道。